大家好，我是多莉。今仔日大家一家天文路上课，你听的单元，咱邀请到一个朋友要来读，分享给大家听。啊，听讲因今仔日吼伫咧遮录音，啊，咱来探班一下，来看卖因今仔录音的状况是啥呢？这个所在叫做顽皮音乐影像工作室。欢迎光临，嗨！今仔这个像读文就互你听，就是咱的顶顶，啊，咱是皮卡丘。皮卡丘和皮斯头有关系？无关系。无关系。听讲这是练团室。对，阮是顽皮音乐影像工作室。对对。啊，无咱先来看卖恁欢迎开关，来，大家做伙来。顶顶来自我介绍一下观众朋友。大家好，我是乐团吼 Pisco keyboard 手顶顶，对，真欢喜啊，来参加这个 project， 感谢，感谢。啊，无顶顶你先带咱来迄个看恁的迄个平常时练团室票，阮即摆即个所在是阮叫做 control room 啊，较早是录音的所在，这个桌顶呢是五月天的。大鸡腿工作室的固定哦，对，阮都跟来遮。所以恁头拄是咧遮录音吗？对，拄则是伫遮做工课，对啊。这看起来敢真大吼。对啊，伊较早是有一个前身啊，叫做硬稿工作室，对啊。啊，因遮有2间教室，然后遮阮有练团的所在。练团的所在。咱看者练团的所在是安怎叫练团？小头。两个问站。两站的意思就是较安静。练团的所在，歹势。你好，大家好。都在练习啦，对。是。阮遮就是24点钟都会使练。是安尼。对，欢迎大家做伙来。恁遮有几间练团的所在？哦，练团是遮安尼啊，要毋过阮后壁阮阁有迄架构的所在。你讲拍鼓的所在嘛？拍鼓的所在。咱看到随性困侠时代，无这无讲过，无想讲过。这可能有人咧练习啊，阮卖甲调咯。要毋要这有两个古教室啊？对。哦，这有古教室，对，有两个古教室。所以个教室就对啦。教室。会使来遮学拍鼓安尼。对。咱遮做者迄个活动的海报吼。啊，这是咱的这组团队啦，这是阿君来甲开发招好者，啊是啥物物件还好笑安尼？我我惊我着你去录音的时候卡就对。啊，搁有咱传说中张景林蔡老师，我一定爱安尼，啊无我爱甲拍马赛克就麻烦了。啊，搁有咱嘛是咱另外一个声优标，讲一个话咧。以后会跟嘛做伙读互大家听。赞。啊，所以这就是顶顶平常时在遮工课的所在，在遮创作你的音乐的所在。对。恁这个乐团差不多偌久的时间啊？阮过啊差不多10档啊，10档的时间，对吧？今仔日是11年。啊，今年11年啊。11年。所以皮卡丘和 Pisco 无关的对啊。无啦。那我哪有真正？阮即马吼，拢爱拍立得，阮是偶像。偶像就是爱较高水的，阮捕捉皮卡丘，嗨。真好。啊无，咱来入来内底开讲啦，好无？来，咱来加。大家一百天文图，咱来到。我唔知，我阿辉啊。无你爱先讲就好，你若爱我就会配合。无，别紧，咱搁来唱一个手势啊，摆。但迄个讲这个话的时阵，爱一个手势安尼。他拄啊有介绍过顶顶吼，啊，咱即马想要请顶顶来介绍咱 Pisco 是安怎款啥物款的乐团，恁的音乐的风格 style 是啥？阮的乐团是叫做阮个 Dance Rock。Dance Rock， 对，也就是阮较早是为 disco 来的嘛，所以阮就是爱即款动次打次，就即款。所以 disco 甲 disco 是 disco 安尼来的嘛。是，阮皮卡丘跳 disco， 所以变 pisco 是安尼。无啦，阮较早就是因为乐团较早就是阮妹妹是大钢琴的。
啊，更轻就是 piano 嘛主唱嘛，就是恁 physical 对对对 ，piano 加 disco， 阮就叫做 disco， 是安尼来，对对对。其实我是知恁遮久啊，但是我毋知这个，毋知这个由来安尼。那有机会来看 Pisco 的表演，你也就震撼的。哦，对，欢迎大家，大家应该都要来。顶顶家己嘛有家己的卖种呀，是 Pisco 顶顶。嘿，对啊，欢迎大家来按赞，然后甲分享，对对对。分享，你个要讲啥啦？看你的表演，感觉就清查有啥物要求？哦，刚好 Jazz Call， 刚好 Jazz Call。阮 Jazz Call 嘛是无啦，因为阮就是拢是穿这 T 恤啊、团 T 啊，搁有阮搁有卖这球衣啦。对 ，Jazz Call 最大的特色就是恁拢有这个球衣，安尼就是大家都爱塑造一个团结的感觉。啊，因为拍球就是讲迄个讲野球爱有迄个团结的精神，大概是团队的精神啦。这含恁迄个乐团的概念嘛是有艺术的对啊。阮这个 project 嘛是共款，大家爱团结，其实大家勇敢。要弯出来弯，莫咧实力可定名弯，吼。其实吼，今仔日来遮的所有的人，拢是迄个这个蔡老师这个 project 团队之一啦。大家拢真用心咧做这个代志安尼。顶顶嘛，迄个即马目前大家听到的迄个，逐工念互你听的单元，拢是背景音乐。拢是咧顶顶做的安尼。无啦，大家无气限嘛，对啊，阮就小可大的，啊大毋知咧大啥，啊就小可较虚无缥缈，然后就是当作是宇宙的感觉。所以你凊彩弹就遮尔好听，你若认真弹咧，我无啊，就是拢无法度认真。毋过迄个背景音乐，阮嘛听古话话啊，敢会使讲偌济啊？哦，会使，歹势哦。其实哦，因为大家拢做无钱啊，平常时就歹势共要求讲，你会使搁做啥无？无啦，趁这个机会，紧叫甲邀歌一下。无啊，阮头拄仔有听到迄高小高的嘛，袂歹，就因是我迄款，阮迄款是讲迷幻电子，我迄嘛袂歹，对啦，迄是另外一款风格，嘿啊，阮就叫做平行宇宙。你后一道的音乐，你即摆有啥物想法无？有想讲有想到啥无？是应该是爱创一款较无共的，可能较西班牙迄款的我。安尼甲天文界哈？我唔知。你毋知影其实伫西班牙有一个足大的天文台，伊差不多有30公尺遐尼宽。30公尺，啥物意思？对，啥物天文台？望远镜，望远镜，你是讲望远镜？对，因为我30公尺。对，因为我正正伫澳洲的时阵有去迄个天文台几啊摆，我去遐做观测。因其实伊毋是光，就是一般咱看到迄款可能叫做光学望远镜，但是我去用迄叫做电波望远镜。伊生做甲迄落咱，譬如讲咧看卫星电视迄款大耳朵、小耳朵迄款生甲足共的，但是伊迄款是电波望远镜，迄就会使做足大的。迄会使做啥？迄会使做足大的，因为迄主要就是因为你若是伫电波即个波段，伊是较长的波长，所以即款物件你用的望远镜伊就会较大。了解。所以迄毋是真正一个镜，伊毋是一个镜，所以你毋是安尼看有诶物件。毋是，因为阮是接收，就是阮接收的信号，伊是频率 frequency。影像按哪来？影像阮则甲阮接收的信号则个转做影像。哦。所以其实伊甲一般咱看到的光学的望远镜是无共的。哦，那假是的尾牛顶管啊，敢有土啊？刚看到，我是感觉你会使家己去看卖咧。应该会较看较清楚啊，对吧？还有嫦娥无？这嘛会使家己去看卖。来，这咱7月会使来做一集吼，哦。咱请蔡老师来看，来咱探索一下月球顶面有啥物物件？对啊，可能迄 frequency 迄对着啊，就会看到，拖伫遐。有可能，咱会使试看卖。实在是台语讲啊，真正是无好，要毋过就是拜托这
当冲诶，拜托同学，甲阮小教一下安尼，可能为啥小补习。为啥物迄阵想要含阮做伙去学习台语啊？哦，就是身为台湾人，就一定爱讲台语，这是无法度，这一定爱学的，对吧？这学无认得吼，这是会见效的。啊，你是当时就是细汉的时阵，你敢有咧讲台语啊？细汉无，细汉阮爸爸妈妈拢是甲我讲国语、华语啊，就是讲华语。伫咧高中的时阵，因为真正是听无，别人咧讲啥物歹话的时阵，我听无，可能较无法度，所以硬去学啊，对啊，就是尽量甲听有，啊讲的物件就是够凊彩啦，对啊，就是安尼。Pisco 咧，恁敢有创作过台语的音乐？有。阮有几首的台语的创作啦，创作就是为着阮就是看讲一个意象啦，譬如讲百花香，百花香是百花香，阮就是歌戏的一段，百花盛开，百味香，伊就是有一款物件，甲阮就用到阮的歌曲内底。啊，所以是迄段歌真正是出真正的较早的歌戏的部分安尼。就是较台湾的物件，阮甲创入去，安尼。百花香做一个连结。就想要听看卖。哦，嘿，那興趣的咱来百花香。來去 YouTube 去敲出應該找有啦，吼 ，Pisco 百花香。是。啊，阮 Pisco 阮阁有一个 Pisco channel 啦。就是阮 YouTube 阮有一个 channel， 然后欢迎大家来小甲阮 subscribe， 嘿啊，那个铃铛啊，甲铃铛起落，铃铛甲起落，拜托。啊，所以恁创作的部分，就是恁迄个所有的人做伙创作，还是你，比如讲恁有。譬如讲歌词啊，歌词啊，个 maybe 可能 melody 啊 ，melody 是大家想嘛，啊，那歌词主要就是阮妹妹啦，阮张小润，阮主唱是阮亲妹妹，啊，伊就有在的，对啊，因写这真正是袂歹，对。伫阮团来讲吼，阮咧创作的物件拢是可能较生活啦，那就比如讲，阮即马咧开讲的这天文安怎啊？阮就是月亮安怎啊？对，阮的行星是安怎？阮嘛拢会写，对拢是啊。就阮最近咧合作的迄偶像乐团，伊就是对吧？行星啊，伫遮，月亮伫遮，啊，月宵，月宵你拄好穿迄个，拄好就穿着。顶咧，伊就是行星，啊个月亮，啊可能行星歹势，蔡老师是做安尼。可能 OK 啦，安尼 OK。可能毋是一个意考啊。安尼大家较好理解。我想要问迄个你头拄讲迄条歌，你是学袂弹，你就弹出来。啊，你咧弹这条歌的时阵，你是你应该有看过一寡正经的文章啊，是啥？就是你头壳咧想的迄个影像，还是画面是啥？无啦，因为就是阮坤哥伊的对啊，伊的声音吼，伫咧 podcast 内底，毋是安尼遮尔的，伊是足温柔的，逐工一百天文图。探索宇宙啊，就是即款的，阮就爱慢慢的，那较醒版的即款物件。所以你一边听阿坤的声，是，小可甲小配一下，那要毋过配时阵呢，坤哥呢搁较过分，我弹了咧，坤哥讲袂使，安尼甲音乐无下。伊就个顶落，无伊愈拖愈慢，对啊，坤哥家己会当家己喜欢这。好乖，真的。当头啊，阮咧录这个 podcast 就是无迄个背景音乐啦，是尾点做者，点这音乐做了后，阿坤就讲哦无，安尼我来搭配音乐，搁顶录一届。结果伊录5个版本，代志就愈来愈多啊！代志就愈来愈大条。录啊困去。这可能困的时阵听嘛袂歹啊，对啊。我真正甲你的音乐放咧。就是我伫放伫我的枕头内面安尼，哪听哪困，我真正是安尼。因为我感觉足好听，我感觉这就是会使陪我，就是
做伙来。对啊，较早伫咧夜市啊，毋是拢有咧卖迄卡带有咧音乐磁场有无？那个水晶音乐的你听迄大汉的对水晶音乐，我有收到迄个观众朋友的回馈，讲这真心水晶音乐，我那是安尼来的，我咧搁咧想讲啊是安怎来的。迄物件就是讲音乐磁场啊，对吧？对，我知，其实我有呢，我较早有诶，个1、2、3、4、5、6对，拢是即款物件。咱的观众朋友的年龄层毋知诶，get 到这一段我就尴尬。袂啦，拢大家拢听过哈，可能梦过，可能伫咧平行宇宙的，拢有做伙听过。阮就是即马甲伊小弹出来，吼，大家较聚焦咧，对吧？聚焦伫阮 podcast。其實頭都有聽到迄個鼎鼎咧錄音的時陣，就真濟困難啊！我感覺迄是你，因為你毋是你台語毋是為細漢就開始讀，對，所以你感覺上困難的是我是想講吼，做我也是做音樂就好啊。这声音的部分哦，这是无法度的。阮着头拄啊，我着问彪彪讲，这是隔行如隔山，台语要安怎讲？阮就是一个工课，伊的 entry barrier 就真正是敢若山共。我着袂晓讲这，对啊。所以你头仔录时，你有嘛想听你的音乐，是毋听起来感受拢无共？无啊，听咧足干的，就是为什么？就这段就是那会拢读袂好势，就真正是足困难的。想要下班音乐更甲我关掉，拜托。无啊，也毋过啊，即摆会当甲人小宣传一下，就是吼。你嘛是会晓大，你嘛是会晓读的时阵吼，欢迎来挑战。赞！咱会使在音乐放出去，大家会使对他挑战，讲要读对片。阮这版权授权无问题。版权没有啦，版权没有，你家己听的物欢迎自用。配好了，你再送过来，对，我来鉴定一下。安尼袂歹。哎呀，然后听种朋友要来挑战迄个台语，你会使，咱会使甲音乐放落，甲伊录看卖安尼。应该就好耍诶。阮会咱办一个比赛，对。安尼就袂较忝啊。所以你头拄仔有困难的部分，你敢有啥物印象？还是头拄仔实在是迄个困难甲拢戆去啊？我即马我即届阮这跳的迄主题啦，歹势，主题就是咧骂死啊，咧火星，火星啊，头一个登陆火星的迄台车是叫做啥？给2号，我拢读袂好势。伊其实毋是第一代，毋是第一代，伊毋是第一代。你讲起火星，毋是第一代，已经毋是第一，已经毋是第一代啊。所以最近即代是即代是咱因为顶摆登陆火星的时阵，其实是2012年啊。有印象。对，迄阵迄嘛毋是第一摆。其实登陆火星即件代志其实失败率足悬的。我去看到以前咧登陆火星的一寡记录，伊差不多其实咱登陆火星差不多50摆左右，但是差不多30届拢是失败的，一半以上拢是失败的。失败的原因是啥？就是伊可能譬如讲有当时啊，你火箭要送出去的时阵，可能你因为这你拢爱去算讲迄个轨道安怎行嘛？你若是讲行无好势，你若讲。譬如讲，因为咱地球有大气层足高的，对无？所以你出去，你要倒一个角度出去，这足重要。因为你若是角度无毋对，你可能会烧起。过来就是你要入去火星的时阵，火星嘛是有大气层。你若你要入去的迄个角度，若是譬如讲伤直，你其实安尼落去会烧起。也是讲你若伤粗，伊就会弹出去。所以你若无法度入去，所以迄个角度是爱算。伫某一个角度安尼才有法度
豆豆啊软入去，软入去了后，你上尾你若是要降落伫地面的时阵，你这嘛拢爱足注意。有当时啊，恁倒一步若是无算好势，伊可能就烧去，安尼迄台就牵少啊。我是有听讲迄台车的迄零件拢是台湾做的。应该是讲有台湾人咧参与即件代志。所以即届即个火星嘛是有台湾人参与，就是做零件的，啊，搁有就是写停色的，其实拢有台湾人参与安尼。但是无可能拢是台湾人啦，对吧？就是这其实因为像即款太空计划，就是因为伊需要开足侪钱，所以其实伊是需要全世界上高的科学家，还是讲工程师来做伙参与，来做即件代志。所以咧这个太空界，就是讲每一个国家拢真合作嘛，还是讲？因为譬如讲。登陆火星即件代志，其实过去就是有几啊个国家咧做，譬如讲美国，主要就是 NASA 嘛，若是欧洲就是 ESA， 就是欧洲太空总署，因为美国叫美国太空总署嘛，欧洲就叫 ESA， 就是欧洲的太空总署，另外苏联因嘛有家己有做，譬如讲日本嘛有想要发射因家己的火箭。但是日本有，但是失败啊。日本之前嘛有想要去火星，但是失败啊。中国最近嘛有，搁有就是印度嘛有。中国有成功吗？有因即马其实已经，这是应该是讲因顶边有发射一遍，但迄届是失败的。即边因搁发射一遍，就是这是因第二遍。即届是算有成功，因为你要去火星，其实伊毋是你无法度亲像，譬如讲咱赛车位 A， 就是你讲即位到迄位安尼赛过去就对。但是咱要为地球去火星的时阵，你无法度直赛嘛，你无法度直接过去。所以你要做啥，就是你爱先，你火箭发射出去了后，你爱先射地球咧射。再利用即个轨道吗？对，你爱利用即个轨道再搁甲火箭害出去，害出去了后，你害到火星的时阵，搁射火星，射到豆豆降落伫火星表面，对。所以这规个过程就是，其实这规个过程爱开足侪时间，差不多偌济时间啊？爱看无，其实你爱看讲。咱的火星甲地球因即摆距离是偌远？因为咱知影讲，因为地球，咱应该是讲，咱即摆讲一冬啊，还是讲一工，这拢是用地球的概念咧做单位嘛。咱若是讲来想讲，咱以地球做这个单位，咱其实发觉讲，火星一冬期差不多是地球的26个月。所以2年搁加一点嘛，两倍搁加加。对，因为伊都行较久，所以讲伊火星若是要行太阳一年，差不多26个月嘛。但是地球是12个月，对无？所以伊其实你想看觅就是，地球是12个月就转来原来所在，但是火星你才行一半尔，所以你地球就搁行第2年的时阵，你才会去。搁拄着火星嘛，所以咱其实爱差不多2年外才有法度拄着火星一摆。所以咱即马譬如讲，其实最近其实 NASA 即个火箭对无？过来就是阿联酋，就是因嘛有发射因的火箭，搁迄个中国，所以最近是有3个应该是讲3个团队咧做即件代志。当然就是讲，因这3个团队因发射的目的甲可能有小可无共，但是拢是伫即个时阵去，因为最近就是10月份的迄阵，旧年10月的时阵，这是地球甲火星上晚的时阵，所以你若即个时阵飞会较省时间嘛，较省燃料，因为你若是譬如讲拄则讲，你因为若是地球已经射1年的时阵，迄阵火星才敢若行到一半对无？你若即个时阵要飞，你就爱飞足久的，所以一定爱等伊较上晚的时阵，咱即个时阵来飞，安尼较拄好。对，所以即个时间是安怎有遮侪的火箭要飞去火星，就是因为即个时间是上晚的时阵。安尼若是讲咱上晚的即个时阵飞嘛，差不多爱开7个月。7个月。7个月就是包含你爱先射
就是你爱先洗地球，海出去了后，到火星搁洗，火星搁降落，安尼差不多拢总的时间爱差不多7个月。7个月。所以后摆阮要去炒房地产的时阵，就要7个月。对，嘿。OK， 了解。火星这个专题，咱其实会使搁希望蔡老师会使搁开一个 podcast， 甲咱讲这个专题安尼。对啊，专业的介绍。嘿，各路专业介绍。我问一下，所以以后若是人类有法度去火星啊，我可能爱。我要等这个车帮啊，可能要等2档对不对？因为你讲上近差不多2档一届嘛，所以我嘛这道无对，我该等2档。对，你可能对。啊，上车了后该坐7个月回家再到。对，哦，安尼差不多是安尼。安尼我可以安排我迄个。其实这个问题我嘛就想要问，我感觉足强的。我给你问。但是我感觉这真正有可能发生的代志，就是讲咧未来啦，嘿，所以即马问的嘛好啦，啊等7个月啊。这个计划敢有迄个目的，敢真正有咧想讲人类后摆敢有可能去别个星球？有，因为其实是安怎，咱即马有遮侪火星的探测计划，就是因为咱伫咧想讲，因为咱知影讲，火星即个行星，就是伊甲地球的环境。应该讲比其他的行星来讲，即个是甲地球上外的，伊距离搁近，而且伊面顶嘛有大气层。虽然讲伊的大气层足薄，因为若是甲地球的大气层比起来，伊敢若有地球大气层的1/1尔，伊足薄的。但是伊面顶，因为迄个大气层主要的成分是二酸化碳素，就是 CO2。因即马遮的探测车去哩，就是因为过去就是遮侪的探测计划内底有发觉讲，伫火星面顶应该是有水。因为咱其实即马是有看到水分，咱有看到水分啊，而且就是因为过去因有找着讲有黏土。有黏土意思是讲，迄个所在以前是有水，才有法度湿气有水的意思。对，所以而且就是因过去有一寡，就是譬如讲用雷达咧找因地面的一寡，就是用雷达咧找火星地面的一寡状况的时阵，伊有发觉讲，有的所在看起来应该是有人经过。无啦，就是迄个所在应该是有水，也是有冰。因为就是讲，其实咱即马知影，就是火星伊嘛有南极甲北极。因为咱知影讲，咱的地球迄个自转值是我23.5度嘛，所以咱因为安尼的关系，所以咱的地球咧晒太阳咧行的时阵，咱才有四季的变化。火星嘛是共款，因为火星的伊迄处的角度其实甲地球足共的，伊差不多是25度，即马啦吼，因为伊可能无共时间，伊处的迄个角度会小可无共，但是即马差不多都是25度，所以即马火星伊的四季，伊若是就是伊安尼咧晒太阳咧行的时阵，伊的四季其实伊小可比地球搁较明显，就是即个粗度会影响到你四季变化，嘿，对，所以因为火星比地球来讲，伊搁小可搁较粗，所以伊的四季的变化搁较明显。好。你头拄有讲到讲，迄用雷达去探测甲车，啥物无共嘿啊，想要用雷达就好啊，想要因为雷达就是咱是去看讲伊一寡反射出来的信号，咱用这来。鉴定讲遐是毋是有找到即款的信号，但是你若是车去，你是直接就会使知影这是毋是真正有。而且就是讲，咱车若是落去，咱毋但会使找看有生物的证据，而且咱会使摕一寡咱会使直接到遐摕标本转来。迄标本转来，搁7个月安尼意思吗？对。对，但不爱看，嘛是爱看讲，对，但是讲，嘛是共款，咱来伫上外的时阵，才转来，才甲因摕转来。所以意思讲，迄台车可能会伫遐2年的意思。迄台车，即马即台车应该是讲，你讲即台车伫遐会使偌久？这就是爱看讲，伊迄阵设计即台车的时阵，因是用啥物款的动力？看报告啦。看啥？报告啊！报告。
什么报告？保固报告几年啦？安尼讲嘛是使，因为譬如讲，我拄则是毋讲，中国因嘛是有发射因的火箭，啊，因嘛是要载因的探测车去火星，但是因的探测车是用太阳能，但是伊即个就是敢若差不多90天，伊的报告就敢若90天。差不多中国回咯安尼啊。但是美国，你是要引证5毛的啦？欢迎来整。若是 NASA 即台伊是用核子的动力，所以伊即个会使动2档。所以伊会使伫面顶行2档安尼。我在这节目。你头拄讲，迄会使转来，伊是真正迄台车搁转来啊？无，其实毋是迄台车转来，伊的就是即马的计划，就是会搁送一台火箭过去。伊去，因为咱安尼讲嘛是对，因为即马就是迄阵，咱甲即马伫火星面顶即台探测车，其实咱甲送落嘛。但是伊其实伊本来就是伊搁有一个卫星是即马是踅火星咧行，所以你伫火星面顶即台车，伊会使甲信号送来去。伫火星咧踅火星咧行即个卫星，伊甲信号先送起哩，再即个信号再搁为即个卫星送转来地球。标本呢？标本是以后就是咱会搁送另外一台火箭去遐，甲遐个标本捡起来，再搁送起来，再搁送起来火箭，再搁摕转来地球。所以毋是迄台要转来。所以将来无火星的标本转来地球过吗？还是进前较早就有啊嘛？进前有。有火星的标本转来过啊？敢有啥物？迄当时敢有啥物发现？你有摸过无？无，我无摸过。毋知好食无？就是咧读即个文章的时阵呢，就是嘛会想讲，对啊，阮即马的发明也是即马的即科技啦，科技可能个会搁较进步啦，所以可能免待遐久啦。对，因为其实即马的计划，我知影就是讲，差不多到2030年即个时阵。我就是听这2030，所以我感觉讲，原来去甲转来要10档。无啦，无应该是讲，因为即马主要是技术的问题，毋是讲去爱10档啦。就是伊即马有一寡仪器伫即台探测车面顶会使做一寡实验，所以即马即个结果会使搁摕转来地球，互咱参考，讲安尼以后咱会使用啥物方式，互咱人会使当遐转化水啦、空气啊。因为其实咱即马找着就是咱即马认为讲火星面顶就是讲，虽然咱即马伫面顶敢若找着水分嘛，但是目前是认为讲伊可能伫一寡地表下面应该是有水。安尼若是有水的意义是啥？就是有水最重要。因为有水啥最重要，就是因为讲咱的足侪化学的反应，一定爱伫水内底才有法度较顺利进行。所以你若是无水的所在，你若要有化学的反应，要形成，因为安尼讲就是讲，譬如讲咱人是安怎形成，就是咱其实有足侪分子嘛。其实这拢是需要，应该讲啦，有机物有机物其实就是足复杂的化学的分子，所以你要形成复杂的化学分子，你一定爱就是你要合成化学的分子，一定爱伫有水的所在，你才有法度进行即个化学反应。所以你有水，你才有法度形成较复杂的分子。搁煞来安尼，才有可能有机会有形成生命的即个可能嘿。所以是安怎？咱即马来讲，就是咱爱找讲是毋是即个所在有水，就是这是一个原因啦。就是讲，有水的所在，你较有法度进行化学的反应。过来就是因为，譬如讲咱要成分若是要活落来，其实你嘛需要水。对，所以这是真重要的原因。过来就是因为水伊的就是有水的所在，伊的温度会较稳定，对。因为你若是伫一个无水的所在，伊太阳有照着还是无照着，伊的温度会差伤多。你的温度若是差伤多，其实你对生物来讲，伊就毋是一个适合生存的所在。可能即马足寒，惊几步足寒足热安尼。因为其实伫火星来讲，伊即马
日时啊，伊差不多会使到30度。日时火星，安尼和咱热天差不多啊。对，但是阴暗伊就零下差不多8外度，足寒诶。啊，平均来讲，平均伊的火星的平均的温度差不多是零下50度左右。哦，安尼对，感觉足寒对，所以讲，其实咱即马探测车伫面顶咧行的时阵，因为伊日时会使行。因为较温暖，啊，你阴暗都无法度，因为伤寒，伊迄机械若是要运作，伊爱开足侪能量，所以安尼因就感觉讲安尼买啊，无咱阴暗就休困。了解了解。所以因工作时间说明比咱更较少哦。工作环境较好。无，其实较人性。其实火星的一天，甲地球差不多才差一点点嘛。你是讲时间？因的一天比地球差不多加40分钟。加40分安尼。哦，所以差不多啦。对，所以加班40分。所以就是你若是去看迄个，因为伫 NASA 内底有一阵是研究火星的科学家，这个科学家因就爱配合火星的时间。所以因逐工其实是比前一工搁较晚40分钟下班来上班。对，哦，逐工拢比前一工搁较晚，逐工都一直 extend 安尼。嘿，对。所以因即马其实因是过火星的时间。所以恁甲问伊会讲因是火星人。啊，顶即届有啥物心得？有啥物迄个感想？无啦，就是后摆要读文章的时阵，我得当慎重的考虑。伊顶即届一口气挑整四篇啊！咱所以刷来会使听到顶连续4工的。会来读念互大家听，读大家听。大家拍较大力咧，歹势。一愈念愈熟啊！我嘛是足感谢有这念的这机会啦，因为这机会吼非常的难得，因为袂啊，大家拢会使来。我会使讲互你搁较侪机会。毋是，就是你爱做这个时阵，你就爱翻译。那翻译了啊，毋是翻译咧华语咧，华语咧这可能较简单。翻了台语，哦，那实在是，这是有真正是有强度的这工课。蔡老师可能还没有讲过，其实蔡老师咧翻译这 NASA 的文章的时阵，伊是直接用英语、用台语去思考，直接翻译，伊无去翻华语。因为主要就是讲，因为 NASA 迄边因的时间啊，因比咱遮搁较晚13点钟，所以就是讲因遐过12点钟的时阵，咱遮已经下晡1点嘛。啊，所以其实若是安尼，咱无法度搁等嘛，就是差不多伊1点，就是因为那时迄边因是会先甲告互我啦。OK， 所以我就是看着我就开始翻，啊，所以才有法度讲会附伫下晡1点时阵将物件抛出来，啊，无你若是你去等，毋知要等到当时，一工就过了。啊，足辛苦诶，对啊，那么感谢蔡老师。其实我要讲一个题外话啦，就是讲学习台语，我是感觉要咱学习有一点，就是你平常时咧思考的时阵，咧想代志的时阵，就是用台语，用你家己的母语去思考安尼。其实这是较早有一个真有名的导演叫杨德昌，嘿，伊捌讲过，讲伊咧翕电影的时阵，伊就是伊用英文咧思考，讲这有影响到我讲你咧想代志的时阵，就会使用你家己的语言去思考，迄是完全无共款的。对语言含思考，这是有关系的啦，这是有做过研究的，对。尽量学习。无啦，等你的火星顶悬的物件载上来的时阵，咱可能在放做一集庆祝的音乐啊，大家懂啊。做者英雄式的，对，敢若魔戒有无？所以其实毋若是学习台语啊，我嘛希望大家若是对天文有兴趣，会使做伙来学习天文。对，头听蔡老师安尼，其实足侪疑问的啦，就是讲对这个宇宙啊，而且最近咱咧火星遮侪新闻，遮侪资料，啊，其实拢足希望迄个咱蔡老师会使一直甲咱做这足专业的分享安尼。蔡老师有机会来做专辑无？咱会使考虑一下，来主题性的，凹落，对啊，是凹的，咱这拍个时跟特别客户就是要来凹的。对。会使啊，到时阵再来看讲大家对啥物主题有兴趣，咱再来讲。火星啊，我感觉火星会使
做这侪分享诶。结果迄集拢咧放迄个 Michael Jackson 的歌。等下，你确定蔡老师听有你的梗的来？我歹势，我听无啊？我就想着猫王尔，你甲我 Michael。猫王 Michael 毋是拢住伫火星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因拢转去啊，对啊，转去火星，对啊。歹势，我 get 无掉，我毋知你迄个。啊，最近登记是啥？平行世界，平行世界。我都毋那是。蔡老师是平行世界。我甲恁是平行世界，对，我毋知你咧讲啥。啊，上尾咱哈顶顶 Pisco 顶顶会使来 follow 伊的美总爷啊，顶顶来甲咱结束一下无？好啊，那今仔日是非常的欢喜啊，就是嘛非常荣幸啦，荣幸啊，是荣幸哦，嘿，毋是灵性哦，是荣幸。伫这台语啊，这不得不起的这款 Q 口吼，啊来甲大家分享这个火星的这个故事，对啊，真正是感谢，对啊嘛感谢大家指导啦，我嘛爱甲迄坤哥吼，好好啊学习，对啊，甲迄 Q 口有无，甲教啦较准的，就是安尼，对啊，感谢。我嘛是足感谢丁丁，就是来读这个啊，就是上感动的是你的音乐的部分，我足介意的。其实毋是讲我介意，因为我摕互阮遐人听的时阵，大家拢足介意。火星人呀，恁遐人，恁遐的啦，对啊，恁遐的，恁火星人应该会晓讲台语才对。咱所来期待点点新的音乐。好 ，OK， 继续后，做回来花咯。为迄个10年后搬厝做准备啦。对啦，差不多啊。以后要大个所在啊。对。因为其实就是伫未来差不多50档到100档的中间，差不多是按算要甲100万人的地球人。真诶假？爱做袂即摆的计划是安尼，即摆的计划是安尼，但是到时阵，因为这要阁足久的啦。咱真正来要求迄蔡老师开一集这好无？对。开一集这讲有诶无诶啊？哎呀，我就是咱拄则已经讲有诶无啊。Michael 这我都毋敢讲，我是讲这乌袂讲诶。我拢是想讲会当去别庄啊，去大厝安尼。真正，因为其实都是。即摆嘛是有迄个星际回零机咧飞嘛，就是咧，就是有一间公司叫 SpaceX， 嘿，伊即摆做训电影呢，因咧做，因为这是因为拄则我讲的可能是 NASA， 这是国家的单位，啊 SpaceX 伊是私人的公司，因即摆就是咧做伙钱，讲会使甲看，就是因其实即摆已经做的是甲。人自地球送去国际太空站，真正有这个已经有咧做啊，嘿，就是真正有人去哩吗？送太空人去太空站，有其实是有啦，对，但是这是国家的部分，就是因为甲国家有合作，但是因嘛是有咧按算，就是讲要。真正创迄款就是土对，有其实因之前已经有撞过，但是迄都是足贵的啊，迄都已经是足有钱的人才有法度，嘿。可以啦，阮搭较俗的，我紧。嫌台北厝价伤悬，想要去火星大的嘛是。无可能的代志。其实咱够有时间，无咱开始来讲迄有诶无诶。嘛就好诶。我实在是太侪有诶无诶问题啊。无要紧，你就问，但是我无一定知影。我知影会使讲。我感觉咱和蔡老师就平行世界。所以我感觉甲问这真正是一个真好的挑战。我就知影讲，这就是乡民的世界。而且因为今仔有录影，今仔较特别是有录影，所以咱会使去 take 蔡老师的面，蔡老师会感觉。哎，安尼，你这问这是啥？伊是咧讲啥？我想讲你咧问啥？这地球人吼，真正是。哇！我笑死啊！好啦，咱爱刷啦，无安尼袂刷。刷袂了。但是我真正希望蔡老师咱真正找一集
来做特别的啊，特别咱来真正来讲遮的迄个民间流传的物件，咱来对啦，猫王啊，对啊，迄是啥？现在这个蔡老师的名，这个蔡老师的名，我毋知迄啥物件。就是呀，因为火星一直像恁讲火星足侪传说的嘛，啊，无迄观众朋友甲问题，咱迄留言啊，对，留言咱真正开一集咧，叫蔡老师来回答，对，但我毋知你咧就爱留言，我跟阮会当翻译，留言敢是真的啊假？咱请蔡老师来迄个证实来对，来解说一下，安尼破解，对啊，解说天文嘛，天文传下来解说一下。哦，好，袂歹，好，我敢若无法度讲袂使吼。袂使，因为咱超过2则留言，咱就来做。一定过。无啦，你上无，你若讲分享数偌济，你就来做。分享数若啊，到，啥你都有使问好啦哦，你袂使分 OK，那你分享超过100，安尼我咱就来做一集。把这简单点。我感觉足困难的。咱即马袂做啊，这咱即摆就差不多，无，大家一个 follow 的拢是铁粉，有知影？对啊，无咱搁加 IG 啦 IG ，IG 的分享数啊，袂中也分享数安尼啦，好无？拢总加加咧安尼。超过100，超过100就是恁要问啥拢会使。 OK 敢过是问火星有关系？火星，对，还是愈对哦，拢会使问。老伟伫即支影片下骹。嘿，老伟这边啊，无即支影片下骹超过50个留言嘛会使，恁来做好无？啊，大家拢拢会使，爱互阮挑战，爱互阮问。到时阵大家凊彩啦，安尼袂使。因为吼，蔡老师就是讲学者，就是讲做这研究的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就想要问迄有诶无诶。因为住咧火星研究啊，伫咱地球上远，所以有当时啊吼，爱加迄个接触。伊嘛讲过，迄 frequency 啊，小连接一下，对蔡老师今日来者，今日。大家大了。我这确定伊知咱咧创啥吗？我知伊迄种ET。啊，你知？哎呦，这。对啊，在高峰对啊。蔡老师，高峰。所以蔡老师有关这个 ET 的啊，迄个比如 Gravity 这电影恁会看得到啊。哦，就最近毋是有迄个 Interstellar 有个顶部，你有去看？最近有个放送嘛，对啦。我其实有搁去看一遍。所以今仔会使看到蔡老师的个真面目，蒋介石的真面目。赞。好啊，连讲咱来开专辑，100个分享挂迄个 IG 100个分享，最重要含 IG 啊。大家分起来，赞。好赞。我即马带咧等。袂，啊，咱再想迄个来宾，咱要邀请蔡老师的本名就是蔡一丹。我去互你发现啊，惨啊！其实吼，蔡老师要取艺名啊，这讲话搁落长啊啦，哦，爱温度啊。好，咱一定爱刷，因为应该刷加班啊，overtime，已经超过火市人的时间啊，40分钟，所以咱已经 overtime 嘛。是。对，咱来已经做一个结束啊，好，咱来认真。毋是啦，火星拖就对啊。毋是啦，我是要讲，毋是火星咱唔係火星比咱的一工搁较加40分鐘。伊講袂衰啊，時間袂夠，40分啊袂夠啊。搁會加落安尼。加落。無啦，毋是我這個意思。我知聽有啊，加40分鐘啊。所以因一工有24點鐘，搁40分鐘的意思嘛。你差不多是這個意思。所以這意思對你的意義是啥？好，咱今來這緊該煞啦。我真正就想要問蔡老師這個問題嘛。因為我感覺好啦，毋是這個意義，就是講，我足好奇的。這個意義就是講，我逐工會使加困40分鐘。哦，困較飽。會使困較飽咧。好，今仔知識就飽足誒。毋過那 enough， 佫會使佫較濟。對，佫會較濟。好啦，今仔咱即馬愛真正刷好，咱佫期待後一集的特別客戶、特別來賓，啊，佫蔡老師的專輯。謝謝。拜拜。這邊啊，拜拜啦。攏超過。